好，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喜类嘅节目。今日老大家咧分享吼，读台海两只地方咧，就在你讲手作工作坊。手作工作坊咩意思咧？手骨亲自去做嘅，就手骨本土嘅一只，你讲工作室哦，佢哋要當到老布有關係嘅產品當到嘅美感度地度、設計度地度，今日好好咧大家咧分享佢哋嘅作品哦。大家咧分享你今日來賓是係西房子手作工作室嘅共同創辦人青美蝦，歡迎。大家好，我是西房子的代表陈美霞。哎，欢迎美霞姐，可以这样称呼吗？是可以哈。好，睇你呢分享嘅是幾多工作室，你做得講係工藝室啊，做得係欣賞台潤欣賞，歡迎。大家好，我是吴代云。对，有没有艺术家就是这样？有没有？大家好，我是吴代云，就没有了，有没有？对，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欢迎到美霞姐还有吴老师来到节目里面哈，跟大家来分享。唔過咧，大家講嘅分享嘛，咧一開始在講故事之前，用心朋友只做在看到，你看現場有這麼多漂亮的東西，從這邊開始。有沒有一系列的藍色哈？然後到這邊藍綠色的感覺，然後到這邊好像又是另外一個小世界，對不對？哇！現場還有一個小模特兒穿一個好漂亮的衣服，這全部都是西房子工作室的作品，對不對？是。對，老師今天特別帶來跟大家分享，對不對？不過哈很有意思，一開始要來介紹西房子的時候，西是溪水的溪，對不對？大溪的溪，房子。这个名字好特别哦，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好，因为应该说我去年才从台北搬到大溪哦。那西房子的名字是应该说我是大溪的女儿那回到大溪就希望把心也带回大溪，所以取名西房子，除了就是地域性的关系，那也希望将来就是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对，成长茁壮，对，所以取了西房子，那也是我们以后要生活的场域。是，对，我们先问一个肤浅一点的问题哈，老师，因为老师很有气质，我才说肤浅哈。老师，大溪是不是很好玩？大溪好不好玩？是不是很有趣的地方？非常。对哈，因为一定也老乡亲朋友红了上，很多人会觉得说桃园。玩什么？其实桃园有趣的地方很多，其实大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还有老街，对不对？对，老街不是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背后的那些文化历史。对，对，没错。对，那现在呢 ？AB 公台海动火疗虫毛，现在又多了一个西房子工作室，又增加它的小亮点，对不对？是。对，所以西房子工作室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呢？西房子它其实是一个手作平台，我们希望它建构成为一个生活手作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希望让更多的手作的朋友可以进来到这里，然后一起共同创作，对，一起共同发想，是，对，那共同交流，那让更多的无论是喜欢手作的朋友，或者从未接触来认识手作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上共同的交流。所以它是一个平台，对不对？不过我很想挑战老师一个问题，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像以前那个年代，比如农耕社会那个年代，我妈妈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什么东西都是手做。对，我记得那时候我穿的小洋装啊，我说妈这个衣服我长大之后看那个洋，妈妈说那我做的，对，会有那种感觉。然后姐姐那条裙子妈妈做的，不一定多么的怎么样，但是就是说它就是非常精美。但是它开始慢慢发展到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量产了。包括我们的成衣，对不对？什么东西以前连被单都妈妈自己缝的，对不对？好，然后后来就全部量产。但这几年，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曲线，然后我们从手作量产到现在，我们又回到手作的世界里，对，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手感的温度，对不对？对，所以老师才会说我们要有一个平台，我们来分享手作。但是我很想问的事情是，手作这件事情它有美感，它怎么样跟实用结合，对不对？其实手作，我觉得应该说，刚刚提到是生活手作，对，它不是创作艺术品，它是生活所用的作品。对，那我觉得每个人的技术就是我们技术的那个到达，
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选项，就是说，我拥有的多少技术，然后去创作我自己的生活的感觉。对，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李亚涵你台港以欧改世界为第二，其他大家都说文创，对不对？农产品也文创，然后什么手做的作品也文创啊，你很多动都提莫可能，欧改产品改世界价钱也很高，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说那个价钱太高或怎么样，因为我们会说我们这是尊重独一无二，尊重手作，尊重它的品质，但有时候那个价钱没有那么亲民的时候，对，就会跟老师说的实用有一点点的距离，有没有这种感觉？对，确实是目前在台湾上被诠释的文创会有这样的趋势跟这样的解读，但是其实西房子还蛮希望是大家动手来做，而不是去买别人的手作作品。我们期待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透过手作可以找回一些生活的温度，甚至对，所以我认为。西房子想要的是大家共同用手来创作，是哈。那问一下吴老师，那手不巧可以吗？可以。真的吗？其实我只是想要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让不会裁缝车的人都可以驾轻就熟。真的哈，是因为现在你要问那种年轻人哈，说老师以前我们有家政课缝个回针，他说什么是回针，对不对？但是手作其实还是可以慢慢学哈。是，所以老师在现场很多的作品都是吴老师的作品有在里面吗？还是都是我做的？都是你做的，那一定要。价钱一定不能很亲民啊，对不对？因为老实说，每一个都是你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哈。是。对，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最近因为我们这边看到都是布做的作品，是对布。老师布的作品好有趣哈。他除了老师讲的手感的温度之外，也刚说布的作品怎么可以这么多元，又这么好看？好，对。其实老师这次的我们在昨天展期才结束，但是老师在西房子进驻了1年，那他在这1年里面透过一个主题去诠释布的可能性。那我们这个主题是叫一码布的可能。是。那因为一码布是我们大概购买布的时候的一个很基础的单位量，那也是大家可以比较想象的，就是比较知道那个尺寸的大小。那现在像各位观众这里。就是我们用一码布创作的一个系列，那主要是希望大家透过一码布这样比较可以想象的布的尺寸去看看，就是一码布可以创造多少生活的用品。报告一下提问是，所以现场看到这一系列的蓝色，就是老师说的一码布，是的，做出来的所有的作品，对，总共有6个，还蛮节省的哈，是不是？老师开玩笑，就是说，是哈，吴老师是，对，所以一码布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所以这也是一码布这个活动的一个宗旨，是跟理念，是不是？对，原来是这样。我本来想要好好的考习哈，某一种到底一码布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对，老师。不过刚刚说到手作，这是一个作品一个一个，像现在有很多东西，以前说成衣量产，现在也蛮多这种布的作品，其实也量产。对，是。但是其实说实在也蛮好看的。我们要如何，就是说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但是我们要如何这样子来市场能够做一个区隔？我觉得台湾的厂商或者台湾的商人就很有趣。我们从以前的手作到量产，再回到手作，他们说哇这样子，我们又开始。模仿，然后又量产，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吼，一点点，对，一点点。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像比如说像老师讲的这个工作室，你们最强调的风格特色，除了是平台，我们要怎么样跟别人做区隔？对，因为现在房间的手作，刚刚你提到的。要么就是所谓的文创，那它的价位或许就非常不亲民；那要么就是很比较浅薄的 DIY， 那它其实它呈现的可能又不是真的是就是它呈现可能就是一种比较体验的方式，那它对于创作一个生活用品这个感觉又没有那么达标，就是我做完了可能很难把它用在生活上。对，发现美霞姐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绕低溶度，你看散发地度，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实用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来介绍这个西房子工作室叫动创改冲点，就是说除了美观，对，
漂亮，对，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它要可以用，对。对不对？你看，我觉得吴老师非常赞同我讲的这一点，对不对？就一定要可以用，不然的话，完全就只是摆在那里，对不对？要增加它的这个实用性。所以美霞姐在这方面也是特别强调你们西房子的特色。对，希望它做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应该用很爱惜这个美彩的心出发点。那一码布大概也就是像吴老师的一码布的创作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剩下的布料可以做小物，对，那就是一码布完全以不浪费的这个态度去利用这个美材。对，做啲钢梳哈，已经布用到做了包包走贴狗，所以一点点用开始，那我就做一个小小的小包包，那个布就不会浪费哈。用心朋友你先聊下，其实等下有多嘅作品做啲到大家都分享聊下，你等下就再講咯。基本到翻譯昨天繞牆度台海兩隻地方有隻工作學院的西房子，基本繞牆度係依個重盤音，還有線上呢度兩片老太高嘅小改動都用手骨親手係用布來做材料，係做出來嘅作品我們剛剛其實跟大家先簡單的分享一下什麼是手作，對不對？什麼是產品？而且美小姐說一定要可以用啊，對，不能用再漂亮擺在那邊就很討厭，是不是這樣？那其實一開始講到一碼布一碼布可以做這麼多的東西。不過在好好介紹那個不同的系列之前，老師你先幫我們介紹一下產品。像前面這一個，這個看起來很特別，是什麼東西？它其實剛剛提到，我們用一碼布去創造各種生活時光的想象。那剛才提到已經有看到閱讀時光，那這個是野餐時光。野餐時光。那其實剛才說到，我們希望手作都是生活所用，那它其實就是一個生活時光的想象。那我們的布可以去如何在這個時光裡面被製作出來，然後被在這個當下被使用。對，那像這個野餐時光，我覺得吳老師非常有巧思，它其實合起來它是一個野餐籃，打開它是一個野餐墊，好好哦。是，我們現在在畫面上就可以看到它在打開來的樣子，對不對？哇，對，那是裡面有很多細節，包括側邊是可以放盤子的，然後每一個籃子它其實每一個小籃子它打開還是可以攤平。除了方便收納，它可以當做餐墊的使用，這是吳老師的設計上的巧思。老師怎麼這麼多功能？老師當時在設計的時候就是這樣朝這樣多功能去想。因為我只想到收納方便。這表示什麼？你知道嗎？實用，對，就是實用嘛，要用又要實用，對不對？對，所以是收納方面，所以它其實整個收起來的時候是一個籃子，打開又可以放盤子，又可以放杯子，又可以變小籃子，旁邊又可以放東西，是，就還可以變成餐墊，在那個綠地上有一塊這樣的布的餐墊，其實還蠻美的。對，真的，而且老師剛剛說的這是什麼？你說這是閱讀時光，這是閱讀時光，對，這是野餐時光。公道兩片台開始被熊會，這是什麼意思？因為老師這次推展的主題一碼布的可能其實有6個系列，是不是？對，然後有像老師剛剛講閱讀時光是一個，對不對？然後野餐時光是一個，還有沒有其他的？還有剛我們看到那個可愛的 model 是親子時光，親子時光，小朋友這是真的可以穿吼，當然，所以也很實用。對，然後這是親子時光，而且上面還有一個小項鏈。對，其實吳老師的親子時光的系列是希望媽媽可以跟孩子不一定要穿一樣的衣服，對，那可以媽媽戴着項鏈配孩子的身上的小洋裝，對，然後還提個一個包包，我們現場不知道朋友可不可以看到，對，是媽媽的小提包，對，那我要來問一下，所以我覺得這很棒誒，一般來說會覺得媽媽要穿跟媽媽跟小孩是親子，所以其實並不是一模一樣，我們在身上有雷同的，媽媽戴項鏈，女兒穿洋裝，然後再可以提一個小包包的，媽媽可以提包包，那我要問一下，也是一碼布嗎？是的。哦，厲害了！所以這個洋裝加上這個項鏈，加上那個漂亮的包包，也是一碼布，是親子時光。哇，好棒哦！哎，怎麼可以想到這麼美的名字？其實就是希望透過吳老師的創意，讓大家理解說，哎，一碼布其實我們可以創造很多美好的生活時光，而且這美好生活時光，剛剛您提到，它是實用的，它不是不親民的。對，
我觉得名字好美哦。我觉得现在很棒的地方是洞细孔会动讲，명탕히로야动讲，容易咯有动喉容哦，长黑哎，你讲现在在生活里面很需要的哈。老师，所以这个亲子时光也是吴老师的作品是吗？是。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呀？还能做衣服，因为衣服让我觉得是要打版。好像那是另外一个专业，对，是不是吴老师？是，可是那个也是我的专业之一啊，所以老师也算是服装设计师的那种感觉哦。对，老师，那像这样的亲子时光，像这样的作品，除了分享，除了手作，是可以购买的吗？其实我比较希望大家一起来动手做，因为这个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困难。对，那我所想象的是，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就可以帮自己的小孩做衣服、做洋装。我想这大概是每一个妈妈的希望。真的，而且那洋装看起来好精致哦，好漂亮哦，而且布的选择也好美，对不对？对。等一下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布这件事情。现在还有一个作品在这个就很特别哈，这是什么系列吗？这个也是一个生活的时光，是茶道。现在时下大家比较想要去尝试的茶道时光。那在日本其实对于茶道他们也会非常讲究，包括每个器皿，他希望有一个包覆的保护的机制。那在台湾比较少找到这样的作品，那吴老师也希望在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些创意，那也透过一马布的可能这样的概念去诠释，茶道时光布可以如何的表现。是，而且说实在，也不是日本人爱喝茶，其实华人都爱喝茶，对，但是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生活美学，吴老师，就是你除了喝茶，对，包覆是一个保护嘛，对，但是你如何提升它的美学层次，对，跟它的美学质感，对，所以老师你在创作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创作理念？除了刚才老师讲实用有没有，包覆有没有？对，因为其实之前就是有接触到一些就是茶道的朋友，那他们每次要开始摆茶席之前，对，从箱子里面拿出来的。像日本人，他们他们会有一个木箱，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就是包覆的器皿，然后他们是做的很精致。可是我们台湾人就是一咖旅行箱，然后出来就是很多的纸盒，用泡棉有没有？对，泡棉包起来。黑模是用报纸呀，报纸有没有？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外面有没有，就是2天1夜啦，黑模是也。我们说的不是那种草坪浪漫野餐，就是说如果家人要出去玩，来泡茶，很浪漫，星空之下也可以泡茶，拿台宝吉，有毛，对不对？泡棉，对，其实也可以这样，是不是？对，然后我的发想就是它既可以保护茶道具，然后又是实用的东西，是，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老师真的很感动，这是最初衷。台湾有熊东老师那讲，你看这个多漂亮，你看这个布的颜色。他说我就是要收纳很方便，有没有？黑猫老师就会说，我要它可以保护，对不对？它可以实用。确实，老师在制作上也有用它布的专业做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机制，包括里面它是有隔层可以放茶杯。对，那因为现在台湾很流行像乌尔茶会，它是大家很随性，可能提着一个茶道具篮，然后就到树下，然后就铺一个茶席，然后就可能3、5好友就开始泡起茶来了。对，那像这样的器皿就非常的方便，好可爱，而且还有看到小杯垫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杯子底下有个好可爱的小杯垫，对不对？老师，你都不怕那个小杯垫这样弄脏哦？那个可以洗啊。你看这个回答多好，对，因为我才在问老师，我说老师，有时候你去逛那种布的作品的时候，像那个妈妈的围裙，是好漂亮哦，韩酱哦，用布走我心里就在想说。我要做什么时候的时候才能穿那围裙？煎蛋不行，会有油，对不对？快炒不行，会有油。我想说，沙拉好了，做沙拉的时候来穿那个围裙。可是如果你们注意有去逛台湾的市场，台湾真是不得了，它就是用那个塑胶布做的围裙，完全不怕脏。老师，围裙怎么办？还是可以洗，是这样吗？是可以洗的，是。而且其实西方只是希望说，西House是希望大家可以动手做，它真的不难。老师现在在西House有做教学的课程，那它确实是不难这个领域。对，那我们很期待就是大家
做出你自己生活风格的样貌的手作是，还是要老师教一下啦。因为恭喜在工作里啊，除了你也修过的动力和自我，也要有一点想象力跟创造力啊，对不对？很某种黑光大家以上老师的课，我可能就会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完全没有不同的。好，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看到我们有亲子系列，对不对？这个是野餐时光，然后阅读。最后我们来看，最后再看一下，像老师这个小包包，也是老师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之一，对不对？对。这个好特别，是不是？也是老师特别选的，是。然后而且现在那个东西很迷人，因为以前很复古，对不对？以前妈妈那个年代的包包都是这样子，对。所以老师，你有看过上面那个扣的地方好大颗，好大颗？有。其实找口巾真的是不好找，不好找。在台湾也不好找，现在就是要找到特别，然后实用、好扣的，是，价格又亲民的。哎呦，对。不过就想要问一下，这么多的布，老师一般来说都怎么选择？怎么选择？其实我会看我想要设定的主题耶。是，像比如说阅读时光好了，对。那我当初想象的是，就是大家都会有去咖啡馆喝咖啡的。然后阅读的时候，那我比较想象的是说，我希望我所设定的目标就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是。然后阅读是一个很沉静的东西，对。所以呢，就选了这一块日本古布。日本的什么布？日本古布。古布是不是？对。所以古布，所以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种，之所以会说古布，其实它并不是说它是很古老的布，而是说它的。织法，因为一般它是有点仿以前的那个碾纱的纱线，因为它其实你拿起来看布会有透光性嘛，那它是有粗细，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每一条纤维都是一致性的，对，它摸起来有一种。那种像老师说纱布的那种，对，就是手感，并不是很平整的，对，然后可是它摸起来是舒服的，是，而且老师说的没有错哈，因为一般都会讲立功的安永感色，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内敛的颜色，是比较沉淀的颜色，它至少不是红色，对不对？因为红色的质感不一样，对，然后所以它这感觉上有点沉静，比较内敛，像哈嘎尼也常常用。安勇改呛色哈，你讲闺蜜讲蓝色也是因为比较内敛的这种感觉哈。好，用心朋友嘞，请大家先聊下，等下还有动动感实地是做咧到大家来分享哦。哇，东方伊做咧到大家都分享按电影写嘅作品用布做嘅作品，我相信电视机前面嘅乡亲朋友会讲，哎呀，对吧？对安样做啊？你底下喊你安样做吼？讲到底下其实底下现场有动到嘅作品，然后大家已经讲过咧。咁讲，看你讲到布该选择哈，其实客家也有很多客家会习惯使用的布，或是妈妈会习惯使用的布。那刚老师讲，比如像日本古布，所以老师会有很多的布的材料，台湾有的选，对不对？但也有很多是选日本的布。对，好。那日本的布一般我们都会说，哎呦，日本嘅布因为很紧口味，所以好贵，比较贵，会这样吗？会，但是不是就会提高它成本？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会提高成本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实用度、耐操度。我觉得我们的吴老师真的太厉害了哦！见过健康斗利亚台高糖都是实用，对不对？然后呢，好收纳，对。现在说耐操，对不对？哦，会有这个想法在里面。比如说这个东西就要选这种古布，因为特别耐操之类的。哦。还有吗？老师还有没有？就因为它感觉比较沉，而且因为我们常常要提着它，对，所以就是我所谓的是耐操，就是耐脏，因为你可能会，你如果说用一个颜色比较明亮的东西，那它或许很有可能就脏掉了，然后就会不敢使用它。对，真的会。不过呢，西房子其实有一个特色哈，除了一码布，我觉得一码布好有意思哦。今天现场看到的系列作品都是一码布走出来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们会结合多元媒材。对。这个好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今天一进来这个摄影棚啊，一开始看到聊到作品，像这个野餐时光，你看它旁边的袋子是皮革，对，是。对，这个很有意思哎。对，除了皮革，还会有其他的媒材吗？因为
在西号室里面，他希望，但驻点的吴老师，他是布的这个强项。那以后西房子，他是希望是所谓生活手作，那它当然包含各种媒材，包括木头，包括木头也有。对，我们刚才看到的皮革，对，然后陶艺，对，然后金工，对，甚至我们可能比较不熟悉的漆器。漆器也有，对，老师漆器我很惊讶，因为漆器很难呢。是，它确实在这里是比较在我们台湾是比较陌生，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的技法。是因为我真的是太浅薄了哈，像漆器我们一般就会觉得漆耶，对不对？有时候你用漆器做碗，那个漆涂好多层，对，好多层，那有时候我会想说，这个碗真的可以用吗？其实对，其实我们看到日本他们是我们就常常看到他们，而且它是植物，就是从漆器里面取下来的汁液，所以它是天然的。对，那它其实它只要用对方法，它是非常实用的。我们从日本的生活习惯里面就常常可以看到漆碗。对，他们喝的米手汤大概都是用漆碗，对，好漂亮。那就是这真的可以吗？他们说，哎呀，别担心，这食用漆，这是可以用的。是的，而且它就确实是从天然的漆树里面去采取的汁液。其实也不只是日本，其实在越南也非常非常多他们自己漆做的，对，漆器的，就是器皿这件东西，放水果啦，然后有时候跟食物也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西房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媒材的结合，对不对？而且好像西房子也是有跟，比如说你们有跟在地的木工工艺做结合对，所以就是会有工艺师傅进来。是这样吗？对，我们主要是希望，在西房子里面，刚才提到它既然是一个平台，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用手作的课程，然后讲座的交流，这样的形式，让大家更一步的去认识手作，而且是生活手作。对，所以像课程，像老师请说，不好意思，那。就是刚刚提到在地的，像我们也会跟在地的一些创作者做一些连结，比如他们有他们专属的媒材的强项，那我们就会邀请他们进入到大溪来做，进入到西号室来做一些教学或者交流的活动。对，透过这样子，透过在西房子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让大家更理解也更了解生活手作的面貌，真的是一个面貌哈。因为老师刚刚讲了很多，基督教还有从木材啦，哈，薯条的东西，我们讲漆器啦，我们讲皮革，对不对？而且老师有很多的课程，老师你们现在的课程是每个礼拜都有吗？现在目前没有每个礼拜，但是我们会朝这个目标迈进。对，因为西房子是去年才回到大溪，可是我已经很惊讶了，因为它时间其实很短，但感觉上现在已经好像还蛮具规模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课程的开发，包括木作老师，他现在也开始在做一些创作。对，那这个如果完整了，我们就会推出来。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田溪当豆走一款都相片哈，哇，这个相片就是老师的课程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容，感觉上人还蛮多的，而且这个工艺看起来还蛮大的哈，不是我们想的以前那种小小的坐在位置上的哈，对不对，老师？是，所以像这些像那些课程，就是过去曾经已经执行过的课程，对，然后也会有吴老师亲自的这个教学，像现在看到的这个蓝色这个小碎花的这个作品，也是吴老师的作品吗？是的，对，那这个是一个小袋子，对不对？对，而且它也是我们的西号室的固定课程，大家不要以为它太难。固定课程，它其实一天就可以完成，而且最年轻的学员是国小2年级，而且是100%的完成。对，为什么他这么小就去学做这个东西？因为他很有兴趣，然后就来跟吴老师做学习。对，那确实吴老师在开发课程里面，他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做教学。其实我们看到，虽然作品看起来好像很精致，但是做法确实都不难。对，那所以2年级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其实要强调，就是每个人只要去动手做，它其实是不难的。对，老师，那像选布呢？老师会指导学生选布吗？
还是说其实西号子这边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布可以让学员来做选择？其实一开始我会帮学员把布料选好。对，这我赞同，因为这样我就很安心，有没有？我自己如果你送孔还是会动安心有嘛哈。对，但是如果说学员他们有想要自己使用的布料，那我就是也会从旁给予一些建议，比如说制作上，或者是说跟就是作品本身的个性，然后做一些建议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老师像那吴老师现在算驻点嘛，都是一直驻点。那你一个礼拜有几天的时间在那里？其实一般是固定2天。对，一般固定。老师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像你个人来说，因为 Andy 填充走的看到俺都线上改走平哦。其实对任何一个老师也好，或者是工艺家也好，事实上创作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什么多功能野餐时光，其实这是创作。但老师，创作跟你的教学这2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去拿捏这中间的一个你自己在感受上面的一个平衡呢？应该是说教学是我不敢说教学，应该是说把我的经验跟学员分享。对，那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说是多天才型的人，那我会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琢磨做法，然后会思考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步骤。对，那因为我自己吃过这些苦头，然后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吃过这些苦头怎么说，老师？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在制作上会有一些困难度，或者是说失败的地方。那比如说像侧拉链这件事情，好了，很多人就是对于侧拉链，对于缝纫有兴趣的人都会。一定会面临到侧拉链这件事情。对，当然很多东西都有拉链在里面。对。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侧拉链就是一个很困难的点。那我就会去思考，要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拉链侧得很漂亮。我觉得吴老师好细腻美小姐是不是？是啊。而且她考虑的层面真的是很周到对，然后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美霞姐还有吴老师应该告诉就会给丢改作品，其实不只是美，我觉得真的我们大家讲说手做这件事情，除了手做，我们讲用温度来形容，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今天听到最多的是，你做这样的东西你要实用，你要好用，然后你要学做这些东西，你不能太难，对，然后里面的细节很多，你都要去。顾到这些小细节，然后吴老师就是让这件事情顾到，因为他说自己吃苦过，有没有？是这样子，然后怎么选布，然后不可以太过于不亲民，对哈。所以老师短短的20秒的老师有没有未来计划或未来展望？其实我希望就我而言，希望透过西号是让大家更理解我心目中的生活手作，对，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些都是其实是西号是想要提倡的宗旨，对，好哇，基本也仅限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霞姐还有我们的吴老师来到这边，真的谢谢2位什么感谢，嘿，乡亲朋友，还没当有兴趣有涵盖世界许多台海了再提供许多房子了，好嘞，康康聊聊，甘肃记得有修做嘅温度好，聊一下天天线上的做认同了。